台中这礼拜六要办一场和平统一的游行，这和平统一听起来真敏感，而且宣传单阁有这个习近平的相片，阁注明讲到时阵会有警车来开路，结果是引发着议论。有民众讲，警方核准这种的游行，阁要帮忙开路，这会有负面的观感。啊，警方讲，因是徛伫个维护宪法、保障人民集会言论的自由。啊，派警车是为着要管制交通，毋是要开路。宣传单顶面有看到一个标题“和平统一”，引人注目。边仔也阁有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相片。顶面写台中市要伫4月13举行和平统一游行，全长37公里，甚至也阁有注明会有警车开道。消息一出来，引发议论。就是发表自己的意见也是合理的啊。对他们党应该来说有更多负面观感，然后这样也对我们市政府的那个负面印象都很深诶。虽然有民众认为台湾是言论自由民主国家，但是蔡总统日前表示两岸9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。游行诉求煞强调维护和平统一前景。台中市警方核准游行，宣传单也阁讲有警车开路，这到底是安怎？滥用台湾的言论自由，然后来行使一个反民主、反自由的诉求一国两制的游行，经审符合上市集会游行法的一个规定，本集依法核准举办。警车开道部分呢，那这个部分是在本期核准以后，他自行在这个增撰进去的。警方反驳派警车开道的讲法，不过游行是伫拜六举行，地点阁是车流量上大的台湾大道，若是无交通管制，会互民众造成什么款的观感，各界拢咧关注。